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14，诗篇38篇21节到22节安尼讲：耶和华毋通放杀我，我的上帝啊，毋通离开我远远。主啊，拯救我的，求你紧紧帮助我。三甲来祈祷，无放杀，阁要紧紧帮助阮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永无改变的信实上帝。你创造天地万物，互人徛起伫其中，阁互人有你所分的活气，来成做有灵的活人，通管理你的创造。主啊，你拣选阮最尊贵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你的国的滋味，互阮通脱离黑暗，进入你灿烂的光明。主啊，求你互阮远离迄个歹的，互阮无行伫罪人的路，互阮无因为阮的所行所做来受你的气杀。主啊，求你毋通离开阮远远。主啊，拯救阮，求你紧紧帮助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